关心新竹的消息，一般啊听到歌声愈来愈近，就知讲粪扫车要来，这是真个民众日常的生活。也毋过伫新竹市，最近粪扫车换音乐，换做呢五月天的经典歌曲。唱歌的人是什么人？市长高虹安。原来这是为了反诈骗，才用歌声来做宣导。也毋过有换歌为市民感觉无啥的关系。早起高虹安有出面回应讲啊，希望讲是用这款的宣导，互民众的印象加深因的印象。啊，是你唱歌这个版本，就敢若定点的时会播送。啊，粪扫车若伫驶的时，依然是民众熟悉的少女的祈祷。到本岁时间到，不过这首音乐算是常在听到迄条，是五月天经典歌曲《雄雄做上你》。新竹市大街小巷拢听得到，原来是新竹市长高虹安亲身献唱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多年不见的朋友突然的关心呢？其实这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正在扮演着你的远房亲戚。过去是个臭黑带爱丽丝和少女的祈祷，换变作是市长的歌声，市民敢会听的关系，总袂记得等粪扫。都是固定的，已经很久了。固定的时间的时候，里民都会自动出来，不管是放什么音乐，我是觉得是没有差。在过去，里民都习惯听少女的祈祷，但是可能民众一时呢会反应不过来，所以导致到垃圾的时间可能会来不及。民众的反应无共款，新竹市府嘛解说，刚好定点等待时，在放送市长的歌声和宣导。在行进之间的垃圾车所播放的还是少女的祈祷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，就是说，好像行进之间会错过这个垃圾车，所以请大家也不用惊慌。10秒及时相亲，保证高获利，低风险的好康投资。趁倒粪扫时间，甲大家小姐问，真侪地方首长拢做过，毛民众印象真深。不过市长献唱，颠倒是头一回，毛大家拢感觉真心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